因為而家有 AI 咧，你可以用一啲出面嘅工具同啲 candidate 去 interact 啊，又或者。呢間學校幾年前開辦 AI 培訓課程，負責人袁益婷話：隨住 AI 做到嘅嘢越嚟越多，唔少工種嘅形態已經改變，學歷唔再係僱主嘅首要考慮。以前唔係噶嘛，你讀 marketing， 你好難同人講你對 HR 有興趣噶嘛，因為個僱主係 base on 你嘅學歷去講嘅。咁所以講咧就係證書咧喺以前冇人工智能嘅時候咧，係真係基本上可以叫唯一最客觀地。你可以話到俾對方聽，你對呢樣嘢有冇認知同有冇興趣？但係因為而家有咗人工智能咧，你其實係可以自己做一啲 project， 或者你自己學一啲嘢話俾人知，你對呢樣嘢係有興趣。同一時間，甚至可能你嘅認識仲多過一個讀本科出嚟嘅人。係咁，所以呢樣嘢就令到學習唔同咗咧，就令到個僱主都覺得其實我就唔係淨係睇你讀邊科咯，我情願睇你係咪真係話到俾我知你對呢樣嘢有興趣，甚至你對呢樣嘢有認識。你識用 AI 去寫曲，你仲要咧可能去用 AI 去幫你問啲 user 攞 requirement， 甚至用 AI 去同 user 攞完 requirement 之後咧，直接 share 埋個 screen 出嚟，話俾直接就同個 user 講，喂，你係咪就要呢樣嘢啊？咁呢樣咧就好幫到佢哋去迎接新而家佢啱出嚟嘅時候，依家呢個環境啲僱主要嘅期望咯。袁益婷本身都係一間獵頭公司嘅創辦人，佢認為日後求職市場嘅競爭會越嚟越大。求職者普遍都要識得使用 AI。Office 嗰種你寫個 prompt 出嚟嗰種人工智能，咁呢一種咧就應該以後大部分人係需要知㗎，起碼你當好似上網咁簡單咯。應該其實個僱主都知道啊，全世界都學 prompt 㗎，呢個即係等於你都要需要學英文同廣東話一樣嘅，要不停學習，然後令到人覺得喺個公司嘅場景度真係用到。我諗呢個係幾重要。隨住 AI 工具越嚟越多，而家好多企業都鼓勵員工使用 AI。根據一間人力資源顧問公司嘅調查顯示，有62%嘅本地企業正喺度增加將工作流程自動化嘅科技投資。預料呢一股投資熱潮會令到傳統數據輸入同基礎行政職位嘅需求減少大約7%，而識得用 AI 自動化工作嘅職位就會增加6%。我哋可以喺求職嗰陣時去加入一啲測驗啊，或者係一啲職場嘅問題，俾佢哋可能試啲例如 AI5 coding，可唔可以將我哋嘅諗法好快速咁落地？呢一間建材採購公司近年都積極增加同 AI 相關嘅工作職位。呢一日採購部主管羅鴻生就同同事傾下點樣喺見工期間測試求職者係咪識用 AI。我哋最近其實請嗰啲商業分析師都會比較聚焦佢哋有冇一啲 AI 嘅技能或者係一啲學歷咁樣啦。咁相對其實有好多唔同以往我哋會話需要一個 programmer 完成嘅工作，其實今日都有好多一啲 low code 嘅 platform 或者係一啲撈埋 AI 嘅一啲工具去幫我哋去完成成個流程嘅。咁我哋會同每一個求職者咧都會有啲好簡單咁樣嘅一啲 testing。去望一望，其實如果我拋個咁樣嘅 case 俾你，你會點樣去處理？咁我唔會限制佢用啲咩方法，咁但係識得運用 AI 嘅工具，對於而家呢一個時間嚟講係非常之重要。到底可以快到幾多呢？呢一日羅鴻生就同我哋示範點樣用 AI 讀取報價單。咁呢有份 quotation 咧，睇下可唔可以用 AI 去抽翻啲內容出嚟。OK 啊，冇問題啊。試下整個 POC 啊。結果 AI 用咗1分鐘就生成到資料，但羅鴻生話佢哋仲需要用人手複核。咦，啱啱個結果都幾好喎。喂，咁但係呢度咧，我哋見到啲手寫單嘅細節位，可能有機會 AI 會有機會認錯。其實我啱啱示範咗點樣去手打份 quotation 啦，可能當中要可能5至10分鐘嘅時間。但啱啱短短其實1分鐘之內咧，我哋已經可以將成份 quotation 透過 AI 幫我哋讀取。咁當中其實最主要係一啲小細節啦，例如係一啲手寫單上面嘅數字，其實需要 double verify 嘅。